形成多元文化是按本土语做起。蔡政府自提出新南向政策，就延续马政府不同的做法，加新住民语列入本土语。当初马政府加新住民语列做本土语，已经方指出非常无妥当。蔡政府毋但无检讨，颠倒甲定个较严。这种无要义本土语，简单重视新住民语的做法，引起真侪不满的声音。伫本土语未受正常重视甲教育进程，实在无需要浪费宝贵的资源。伫这款了公力的所在，国教署官员阁表示，为着营造多元语文环境，甲跨国文化的教育情景，原来咱的教育官员对多元语文的认识，是外语才是多元语文的要素。轻视本土语，甲本土语直接跳过人过。营造多元语言环境，用讲会较简单。以现状，莫讲多元，会当营造一元就袂歹啊。语言环境毋是营造出来，是族群自然形成的。以英语来讲，学校、家长、补习班开钱接送，社会又搁真认同，毋过几十当落来，有倒位营造出英语语言环境？问题出伫语言环境真歹靠人工营造。教育官员既然讲出这款话，安尼请甲咱讲，准备要开偌济钱，用偌济时间，简单学校上课是无法度营造的。讲到语言环境，是先有语族才有语言环境。东南亚语言环境伫东南亚，无伫台湾。若是新南向需要，是甲少年人送去东南亚学习，毋是伫无语境的台湾，按国小一步一步爬，安尼才会当学较会。甲新住民语落入本土语，对新南向政策并无帮助，所以咱剧烈质疑。这是要分散本土语资源尔，迄是马政府要消灭本土语的阴谋。蔡政府煞照做，非常无智慧。台湾民间有先学行才学飞的讲法，可见凡事爱照步来。简单的先做，毋是直接就要修成。台湾有20几个族群，40外种的本土语，都有现成的多元本土语的语言环境。要形成多元文化，是按本土语做起，有本土语境的帮助，用低成本就会当得到多元语言能力。除了语言能力，学本土语阁会当培养本土意识，人才才袂放出去，就飞无去。凡事先按简单的做起，咱假使有甲本土语顾好，自然有丰富的语言库。多元语境、多元文化、多元创意，拢按这开始，毋是直接向外追求。伫本土会当学到准确的本土语，毋免开大钱。咱伫家己语族区成长，自然会听讲家己的母语。学龄前有时间去其他本土语区，大一阵啊，免开真侪钱，就全学到其他本土语。有这个本土语的语音、语法做基础，入小学才来学外语，有轻可学的效果。咱的教育官员直接跳过本土语，敢有算过？英语教育准备要开偌济时间、甲金钱，才有效果？搁再讲，咱的囡仔敢简单需要学英语尔？若无本土语做基础，要搁学其他语言，爱搁开偌济时间甲金钱？